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台北金华社这案，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去互检方申请羁押，台北地方法院已经裁定无保请回。郭文哲讲，伊这2天去互压迫甲凌迟，伊嘛强调讲，这金华城用职率是道委会决定的，家己自头到尾拢唔捌问，也无过手。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无保请回消息传出来，陈培基激动流目屎，支持者欢喜甲大声喊出来。郭文哲发表谈话时阵讲出心声，除了感谢支持民众，嘛感谢法官担所有压力，表示这2天会当讲是正大的压迫甲虐待，无法度理解所在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用品，在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在这2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民众党副秘书长柯富认为，检方70点钟的询问，用 A 案伫问 B 甲 C 案冠罪名的情形，社会大众拢有伫看。郭文哲阁强调，家己无干涉金华城的用职率。所有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当年在送公开展览以后，再转送都委会、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我完全没有去过问。因为作为市长，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对郭文哲讲，伊伫甲今年3月甲4月，才头一届知影金华城用职率是840%，这个讲法，哪里议员做定批评？柯文哲从自己亲签金华城的公展，让金华城可以准用都跟荣奖的，所以柯文哲什么都知道，只是他在装傻，他在装笨。金华城的容积的问题，都是在柯市长8年任内。一路让金华城从392到840啊，这不只是司法的问题，也有政策的问题。北院表示，郭文哲并不是都委会参加人员，家己嘛无相关的专业，伊主张信赖专业性，而且多数决的都委会决议。检察官基证无法度认定郭文哲犯罪嫌疑重大，所以裁定无保请回，不过还可以当控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金华社这案，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裁定收押禁见。另外关键的共犯，也就是台北都市计划委员会执行秘书邵秀培。本地有风声讲伊当讲啊，不过台北市府讲伊有照规定请假。邵秀培即阵嘛讲家己是去日本耍，唔是当讲。目前人已经返来到台湾，北检嘛以被告身份约谈伊到案。含于金华社案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以被告身份获约谈了后，伫院检点50多点钟，经过法院开庭，裁定羁押禁见，初日透早4点外送去台北看守所。我们蛮讶异这个结果的，我们会看告。洪富身体状况跟他心情，他可能自己也蛮讶异的这个结果，对。他身体状况，身体状况，刚刚看他蛮难过的。其实开庭进前，彭真生身体不出状况，方介护送医。即马方收押，巴所也表示，只要有无爽快协助安排看诊。羁押多项理由，包括法院认为，彭真生是都委会会期主席颁演顶参加时，专案有道理，甲乌色金额拢真大，涉嫌收治等罪名重大，搁较有关键共犯。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亲像畏罪监督，认为有高层之路。都委会讨论的过程中呢，就有委员提到说，难道我没有去在我的土地上，在60年代、70年代去盖建物，那我就失去了这个资格，所以就会有公平性的这个探讨。捌伫镜头头前接受访问，就是互检方控诉对象邵秀培，也毋过伊甲市府高层澄清，去日本旅游2礼拜，无畏罪监督，是检联无约谈，目前人已经返来。台北市长朱万安初日也出来替伊讲话。当然，伊规定请假到9月初1，已经请警方处主动联系，接押作访。北检回应案件也咧前早无方便说明，伫初2随将人以被告身份约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有一间非营利的幼稚园，洪亚康讲老师用棉被甲囡仔捆起来，黑白演黑白害，佮甲囡仔大声骂。农庄有8个囡仔受害，6个教保人员互投诉，专案已经启动调查。新竹县一间非营利幼稚园传出亲像不当对待幼稚的事件。最近，洪亚做老师用棉被将囡仔捆起来，甲伊杀、油加甲大声匹配叫等等行为，已经知影有8个幼童受害。
小朋友就是在我家中就是一个宝贝，为什么到幼儿园会受这样子的对待？如果老师有言语的一些暴力的话，我觉得会对小朋友的那个童年生活就是留下一些阴影。不只是今天媒体所踢爆的人体寿司，还有很多言语霸凌的部分，例如威胁小朋友要把他的腿锯断，或是把小朋友关在厕所之中。新竹县政府教育局指出，今年7月初2接到家长反映了后，随到这间幼儿园调看监视器画面，初步检视发现有9保人员亲像对幼生不当对待，已经启动相关程序，除了先将亲像有行为不当的9保人员调离现职，也已经将圣林山幼儿园向咱发展，搁伫8月初1接手。有关旧的法人在去年跟前年有发生管理不当的一个情况，那本局也依相关规定予以做裁处跟开罚。那新的法人也在今年的8月1号也上任了。调查委员初步调查是因为幼儿困的时间无愿意休困，伊愿发出声音，老师用棉被将伊包起来，希望让囡仔冷静。教育局也表示，相关人员若有涉案，会以经济采取6000以上60万以下罚款，严重者会采取直至4年改聘，还是终身改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来看婚林有社团号抓办国校营队，所有营队的老师用照白啊，也就是不求情，甲几那囡仔拍。囡仔饭若食无完，老师个南番姜啊，逼囡仔爱食肉。目前县府已经介入调查。中华宝岛的大菜市会伫旧历7月29即天普渡铺肉山，顶悬有放姜、红豆、盐甲糖，代表山珍海味，阁有传兄弟要来拜好兄弟。这是新冠疫情以来宝岛头一届恢复铺肉山的活动。法国出名的导演陆北松伫咧台湾宣传新电影《台北对集兵》，这出戏咧规片拢是伫咧台湾拍戏，会当踏到台北101西门町等等，甲台湾的景点并销去国际。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后个月就要满1冬啊！这阵以色列兵啊伫加沙地区南部的磅空发现6个真迹的尸体，这互以色列人民是感觉真愤慨，有要50万人上街头抗议。因要求总理纳坦雅胡莫阁战啊，爱赶紧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甲村的人质救得回来。以色列全国总工会也发动罢工，甲政府施压，因要求政府爱拼紧来谈判，毋若地方政府罢工。这机场、银行和病院嘛拢关门。战争到呾，就算有真侪国家要斗悄悄要斗讲和，不过纳坦雅胡的态度拢大甲正硬，伊坚持要甲哈马斯来灭掉。目前伫咧加沙地区咧是有97个人质，其中有33个人已经死亡啊。战争若阁毋收煞，恐惊有更较侪人拄着不幸。大批非常生气的民众在暗时封锁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的公路，要求政府随甲哈马斯达成释放人质的协议，甲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以色列国防军8月3日伫加沙走廊南部瓦拉法的地下磅空，发现6名无害以色列人质的遗体，引发对10月初7以下冲突了后，伊国内上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特拉维夫初一较早时阵组织大约50万人，要求总理纳坦雅胡政府随处理协议，让生还的人质回来厝的。纳坦雅胡位伫耶路撒冷办公室外口，也组织大批示威的人。不过纳坦雅胡初一强调，无愿意达成协议的是哈马斯。החמאס ממשיך לסרב בתוקף לכל הצעה. חמור מכך, באותו זמן ממש הוא רצח 6 מחטופינו. מי שרוצח חטופים לא רוצה עסקה. 以色列民众伫特拉维夫这所在替无害6名人质举行即天的追思会，也伫美国纽约也有真侪民众赞声。Bring them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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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摆互发现的6名无害以色列人质之一，也是伫以色列国内上届有名人质。以色列的美国人质戈德堡普林的老爸，初暗时伫纽约的即间暗会，公开向美国总统拜登发话。I would like to call President Biden to tell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do not delay the deal. 戈德堡普林的爸母8月2日才伫美国民主党全代会受邀请发言，呼吁各界支持，早日会使互因的后事甲其他人质得到释放。以色列上大以色列总工会宣布，初二早时6点开始发动全国大罢工，机场对早起8点开始关起，就此向纳坦雅胡政府施加压力，尽紧来达成协议。
这是以下冲突即个满11个月时阵，以色列工会头一摆牵涉政治活动。这项罢工行动暂定是1天，是不是延长会搁再进行讨论？公视新闻郑婉庆编译。9月第一礼拜1是美国的劳动节，这阵包括 Hilton、Sheraton、万豪和凯悦这寡连锁饭店有上万人发动罢工，因要求薪水爱加、卡手爱补，若工课量就爱减少。美国1万个饭店员工选伫拜六劳动节当假时阵，分别伫波士顿、旧金山甲丹香山市等8城市25间出名饭店开始罢工行动。连锁饭店包括希尔顿、凯悦、甲士来登拢有影响，因为即个当假差不多有100万个美国人出国佚佗。发起罢工的工会讲，敢若夏威夷上大城区丹香山都5000个员工罢工，影响当地10557间房间的房务工作。Right now is about better living wages for hotel workers,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a better pension. 工会讲，新冠疫情2019年发生了后，这段期间真侪饭店人员被标榜无薪假。不过疫情了后，大房的旅客增加，饭店却无增加人力，颠倒管理阶层常常互3个人负担4个人的工作量。工会批评饭店所爱干那速度，不是服务品质，同时互服务人员感觉真大压力。We're asking for a contract that is a modest contract, and the hotels are not blind to that. All they're worried about is their shareholders and making them the millions that they get every single year, while we're trying to survive. 对饭店员工的罢工，凯悦饭店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有制定应变计划，降低罢工对饭店营运的冲击。万豪集团到目前为止也无回应。这场大规模的劳资谈判伫5月就已经开始啊，目前差不多有4万的旅馆产业劳工，当面临合约到期的转换时间，这嘛代表罢工的规模可能还会扩大。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挪威的海域有一只白海翁，2019年第一解放发现的是身躯有绑一条带，那像是会当伫顶悬安装摄影机的迄种绑带。当地海洋生物学家甲绑带透开的时，有发现这条绑带有注明是罗西亚圣彼得堡的设备，所以苏当时外界就认为这只白海翁是罗西亚训练的间谍海翁。这几年有非营利组织追踪这只白海翁的状况，到顶个月29是拢真健康。想袂到，过两天却互渔民发现讲已经死亡啊！目前尸体准备送去兽医研究所检验，要确定死亡原因。由海面甲头伸出来，白海翁瓦尔迪米尔射一年了后，向挪威渔业局职员吐示物，看起健康佮活泼的白海翁，煞伫8月30，互钓鱼的民众发现，伫挪威西南外海已经死亡。这只白海翁是2019年伫挪威北部芬帕克地区互人发现，当时身躯顶有绑派带，技术会当装置摄影机。挪威的海洋生物学家替伊甲派带拆掉了后，发现内部有注明圣彼得堡设备的字，因为当地距离俄罗斯海洋边境差不多300公里远，加上白海翁介意接近人，佮对人的手势有反应，所以挪威情报机构推测，伊可能是互俄罗斯关起市，而且经过海军训练的间谍白海翁。虽然俄罗斯无回应外界质疑，不过白海翁就因此定居伫挪威海域，而且互挪威人用挪威文字、海翁的发音结合俄罗斯人名的字尾，甲这只白海翁号名做瓦尔迪米尔。We have filmed up to 300 tourists in one day visiting Valdemir, which is an unregulated tourism industry here in Norway. The tourists wake him up while he's sleeping and order him to do tricks. They hunt him down in their boats while he's feeding. We've seen countless ocean divers post pictures of him with hashtags. 因为白海翁平均会活到40岁到60岁，不过瓦尔迪米尔死亡的年岁却只有14岁到15岁。追踪伊真侪档的挪威非营利组织海洋生灵表示，到29日一天，瓦尔迪米尔身体状况拢也个真健康。过段讲说唔知虾米原因死亡，已经甲伊的遗体带到转来，要送去兽医研究所检验，调查死亡的原因。海洋生灵佮伫面册发文纪念伊，表示瓦尔迪米尔唔那是一只白海翁，嘛是希望的灯塔，代表人类甲自然之间真深的连结，大家拢会深深的怀念伊。公视新闻电视同编译。再来看澳洲的地形生计疫情扩大，虽然动保团体当咧喷药啊治疗，不过政府若无加强紧处理这地形，可能会因为生计照破皮肤造成感染，无法度正常食物件，体重嘛会下降，甚至是会死亡，有断症的危机。
东部之港提药济管仔第二只叫做霍普的地形后壁，当伊面对一块大石头的下面，之港就趁机会往伊身上喷药水，因为霍普感染界线，这种由假升糖引起的皮肤病，若无治疗，伊可能会伫几个月内因为尿上皮肤严重脱毛，也是空气感染，所落来出现体重降低症状，甚至可能会死亡。Very slow and painful death. So it will, in 100% of cases, wipe them out. Especially if you let it run rampant. 目前界线疫情主要伫澳洲东南部地形分布的地区流行，为着抢救有可能安尼未绝的地形，除了互因定期喷药，动保团体也阁想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伫地形受的洞口放会当掀的铁棒，顶面放药水，当地形处理的时阵，破出来药水都会沿着因阿妈棍流到脚趾片，达到治疗的目的。The reason why we do the flap system is because it's quite contagious. So if you have one sick wombat in a population, then they can spread it to the other wombats in the colony. 动保团体表示，无论是逐礼拜直接投药，也是利用铁棒现药法间接治疗，拢爱大量人力和物力。前者爱继续进行5礼拜，后者爱继续15礼拜才会当看到具体疗效。麻烦的是，同一只地形可能重复感染，像方被测追踪的霍普，今年已经是第3年接受治疗。动保团体烦恼地形的界线疫情，若无法度有效控制，也可能传播其他的家庭动物。It's a biosecurity issue. Oh, look, at the end of the day, mange affects most mammals within Australia, and it also affect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Like, it affects cows, it affects horses, it affects the farm dog, your family dog. 澳洲新南威尔斯县过去2年间，捌提出280万澳币的界线防治计划，也毋过动保团体即期资源无用伫对的所在，主张抢救地形需要更较侪直接的研究甲投入。公司新闻站回应评论。来关心环境，这韩国的宪法法院顶礼拜做出一个判决，法院是裁定政府要明确定出2030年以后的减碳目标，若无就算是违宪。这也是亚洲国家的第一例。论真来讲，要减碳上直接就是扣碳钱。亲像咱台湾9月初9要开碳钱会议，环团表示，若扣伤少，企业感觉无要紧、无影响，因就无可能减碳。南韩大约有250位环保人士指控，面对气候变迁和减碳，政府定的碳中和基本法欠缺明确的做法，侵犯基本人权，所以向法院提出违宪申诉。今年8月29日，南韩宪法法庭裁定政府违宪，要求政府和国会要完成修法，定出具体的减碳时程和目标。 정말 여기서 끝도 아니고 어떤 판결이 난다고 해도 기후위기 대응은 여기서부터 시작을 하는 건데 위기가 심각한 것에 비해서 아직은 너무 느린 것 같아서. 后来，南韩政府嘛发表声明，表示会提出修正计划来施行。实际上，台湾伫2021年就有头一件气候诉讼，绿色和平环境法律人协会等等的环保人士，针对经济部定的用电大户条款上令拖慢能源转型和减碳提起诉讼，一审环团败诉，搁提控告，到顶个月2审发回更审。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由是说，人民或者是团体对于政府的政策是没有请求权的。那也就是说，未来政府的政策无论在怎么样子的减碳消极，人民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正当的司法管道可以去寻求救济的。 另外，环团嘛指出，目前咱国面对减碳上大问题，就是碳钱要安怎扣。伫咧9月初9，环境部特别召开碳钱会议，就惊讲定上价无法度促进企业积极减碳。咱来看哦，至少要有500块以上啦，每一栋碳拢爱收到这个碳钱，这个碳钱才会使回到咱的减碳的使用嘛。因为即摆碳费。 就算讲互厂商拍2折啦，佮有啥物优待，但这个碳费就好啊，我就免去减碳，即摆问题就是安尼。另外，环团嘛提醒讲，各来像惠达、美超为一寡科技产业要入来台湾，在国际企业拢有加入RE100%再生能源倡议。若准台湾无稳定的绿电供应链的厂商，伫咧减碳无法度对着国际要求，安尼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咱将有可能会失去市场。环团是呼吁政府要提出强势的政策和做法。记者卢尚如、曾春友台北报道。 美国总有63个国家公园，因为风景介壮观，但年拢有上亿个游客去行打。不过，这全球暖化愈来愈热烈，目前就出现冰川扬起、火烧山、各物种消失的状况。虽然拜登政府有编美金2亿个补助款，嘛无法度来阻挡生态危机。
22岁博格曼毕业了后，伫只头路进前拍算行骗全美国各大国家公园，伊真爱冰壶。所以，伊特别到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用4点钟行到格林奈尔冰川的阳冰湖。以前这季节沿路拢是冰封世界，受气候变迁引起的暖化效应的影响，冰川真紧就涌起。当地杰克森甲哈里逊冰川同款也面临天气造成的消退威胁。And I want to come when I'm older. And I see lots of groups of older people coming. And I'm texting my friends like, oh, that's going to be us in like 50 years. And,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come to a no glacier here. 有关气候变迁事实是残酷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150年以来，格林奈尔冰川已经消退60%。若暖化状况无法度改善，这个冰川伫这个世纪末会消失无快，会重创当地生态系统。另外，亚利桑那州的仙人掌国家公园有全美国上济固定条仙人掌。虽仙人掌天生抗旱，不过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酷化，在摧毁当地生态。科学家发现，仙人掌国家公园酷化为30年前就开始慢慢恶化，2020年了后，幅度真少落。基金条仙人掌演化1、2个世纪，不过成长期真长，15年才会发芽10公分悬。伫极度酷化环境，较歹顺利活落来。分析园区每10年的普查数据，专家预测园区的仙人掌数量到2030年会开始减少，未来恐惊拢会无去。A really big concern that we have for the long term is that, you know, if we're not getting young saguaros coming into the population, and if that trend continues, and if that trend is really as closely related to drought as we're seeing, then yeah, I mean, at a certain point that we won't have saguaros in Saguaro National Park, or at least in the desert areas where those temperatures are rising most rapidly. 美国国家公园大甲原始是真出名，代表美国拓荒的立国精神，佫是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精神象征。气候变迁威胁毋但是居住环境，也关系人类文明的存续。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